新开始来看杜苏芮风台伫昨暗增强到中度风台咯，强度佮继续的增强，嘛往台湾的方向接近。目前路线有淡薄仔往南摸，气象局是表示讲，上紧今仔暗时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明仔载会发布陆上警报。另外，伫拜三、拜四哦，东南部地区会落大雨，要特别注意。第5号风台杜苏芮礼拜暗时已经变强，成做中度风台。气象局表示，上紧拜一下暗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明仔载有机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拜三、拜四风台会继续变强，马上挖近台湾，风雨上大，尤其是东半部甲恒春地区的民众要特别注意。今天到明天，台风大概是会朝西北方移动，接近吕宋岛的北端海面这边。然后到了星期三，会开始慢慢有往北的分量出来。星期五再进入中国大陆。不过整体来说，它在星期三、星期四通过台湾最靠近的时候呢，基本上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强的中度台风。气象局嘛提醒，风台豆豆挖近台湾，东半部的雨一阵一阵，风雨嘛会愈来愈明显。台湾的海岸东南部风影较大，会出现大影，提醒民众唔通挖近海墘啊。明天随着台风外围环流逐渐靠近，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下雨的状况会一阵一阵的雨势越来越明显，尤其明天入夜之后，整个东半部地区降雨的这个雨势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发生。气象局表示，风台的强度佮继续咧变强，因为北平、太平洋高气压的势力变强，路线比前一天佮较刷向南平，登陆台湾的几率会降低。不过，有关是充满威胁，风台的路线目前也未完全确定，佮需要观察，嘛爱提醒民众随时注意上新的天气状况，而且做好防护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